呆妹和朝弟是天生一对，只有一个人是对的，那就是呆妹说什么都是对，做什么都是对。呆妹控制欲强，朝弟只能逆来顺受。我累了，换你骑。往左边，往右边，往左，往左，往右，往左，往右，往左边，往右边，往左边，往右边，往右，右，左。不要啦！哦，好痛啊！你在哪哟？交往时面对另一半的随意控制，往往只能逆来顺受。交往如此，约会如此。快啊，他们快开始了，来不及了啦！慢一点！前面很多人，小心撞到人呐！不管了，快冲！做家事也是如此。二姐，哦，干嘛撞我啊？他都伤了，哦，干嘛突然刹车啦？怪我吗？但开车就不能随意控制，不能急踩油门，不要急踩刹车。握好方向盘，注意路况，不分心。小心啊！方向盘抓，不要乱转。幸好有你提醒。因为我都是这样子被你抓着乱转的。往左边，往右边，往左边。不要啦！时间快来不及了。小心啊！怎么回事？刹车别踩死啊！你又来了，不懂得好好驾驶车子，早晚出事。就像把我当成工具人一样，控制着我，却不懂我的心。好啦，我知道是我不对，你可别说早晚要离开我哦。正确驾驶要领：注意路况，勿分心；正确掌控方向盘，勿重踩油门，勿急踩刹车。正确操作爱车，幸福平安满分。